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时阵若是叫一个人做伊不爱做的代志，伊就艰苦做寡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做紫微做第7条。读做这是读文音，照古早第二字典解说讲，这个做代表是做违背常理的代志，咱讲罪恶或者是罪孽。卖当进一步讲是违背良心、违背法律的行为，咱讲犯罪。若犯到倒一条法律的规定，咱讲罪名。犯罪作恶，咱讲是罪恶；若犯罪人，咱讲是罪人、罪犯。这里背音读做罪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假罪，这意思我今咱即马咧讲的原刑，也就是犯到轻罪。法官裁定一段时间内，若无搁再犯，就唔免执行处罚。第二个词读做艰苦做寡，代表是足艰苦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叫阿明唔通无牌骑车，伊就艰苦做寡，结果去吓到人，好咧加在和人和解，法官才予伊假罪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罪，这是文音；另外背音读做罪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